来关心今仔暗头啊开始哦，受到南方云系影响，水汽会变多，到拜四哦，拢可能会落13、14雨。一个拜日特别迎接新年咯。气象署嘛提醒讲，跨年到元旦上低温哦，可能只有14度，所以民众要穿好些。另外，气象署嘛指出讲，2024年元旦日到头一道日头光，6点32分32秒会出现伫台东的红头树，本岛是6点35分02秒，会当伫屏东恒春的龙溪看到新年的日头光。今仔日早时各日头的天气稳定，拢是多云的天气，但是为拜三暗时开始，民众就要注意。拜三暗到拜四，台湾受南方云系的影响，水汽会变多，各地头拢有落雨的机会。但是气象署讲雨势袂真大。从南边开始，南部地区啊，包含了台东，还有南部的部分地区呢，开始有一些局部降雨的机会。那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呢，今天晚上开始降雨几率也会相较白天明显的提高。其实礼拜四一整天呢，可以受到它的天气都是受到南方云系的影响啊，主要降雨的地方是北部、东半部、南部地区跟中部的山区。民众特别参加跨年活动，拜6个礼拜，雨水主要集中伫东部、东北部的一方面地区，其他所在是多云袂落雨。但是民众到时爱加套一领衫，因为12月3一开始受冷空气影响，气象署估计到时温度下降的幅度会真明显。31号开始这一波冷空气可以看到，其实它的强度就比较强在我们的预报上来讲是非常接近大陆冷气团的等级。31号到1号这段时间，温度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在跨年夜出去的时候天气上来讲逐渐的好转。但是温度上来讲是比较低的针对民众关心的元旦特别看2024年的头一个日出敢有机会，气象署表示，319元旦早时，西半部天气较稳定，较有机会。虽然东半部地区云较高，但是天气也渐渐转向稳定，有机会伫混战当中看到拍曝光。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